观众朋友，早早欢迎收看7月16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晓。咱先来关心南投草屯一间生技公司，昨时发生枪案，致死4个人死亡，1个人重伤。长伫地中的养生馆掠到4例的嫌犯，以后按照杀人罪等罪名移送南投地检署，也伫半暝法院裁定受押禁戒。4例嫌犯美伫厝顶接站，互警方发现，警方要求嫌犯唔通轻举妄动。你们讲，来，你过来，你谁当时去经过21点钟的逃亡，4例嫌犯总算掠到，警方确认伊身躯无武器，伫个旅行背包内底超出3支改造的枪，枪支179粒。犯下4人死亡的枪击案，4例嫌犯讲家己就是为报仇才杀人。为什么要杀人？报仇。你要报什么仇？深仇大恨。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？不后悔。南投草屯这间生技公司14号4例嫌犯创击5名被害者，前后被关入便所，嫌犯阁向因的头部开枪。负责人罗敏南重伤，暗过伊的小弟甲查某囝，也有2名员工拢当场死亡。警方发现嫌犯藏伫个台中中清路一个养生馆，15下晡将掠到。初步了解发现，嫌犯行凶的动机甲8年前甲姓洪女科长的冲突有关系。8年前，有那个拿铁棍，那打一名他们的干部，那被告他杀人未遂。那这个案件，当然就会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。警方15暗时以涉犯杀人等罪嫌，将嫌犯移送南投地检署复讯，因为犯罪嫌疑重大，而且有逃亡的可能。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禁见，法院半暝11点外裁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关心疫情，国内总增加25223个本土，中重症是203例，死亡个案114例。即摆也出现头一个社区感染 Omicron BA.5的个案，伊是伫5月份捌确诊，但因为爸母确诊，佫互未着。指挥中心怀疑讲，这是家庭的群聚感染案。新冠本土疫情15增加25213例本土病例，中重症有203例，死亡有114例。重症个案当中增加4例囡仔密氏个案，其中年岁上细是7个月大的查某婴，伊6月初确诊，6月底出现发烧症的症状，佫就医检查怀疑是密氏7月初检查发现有水脑，目前转移，医院伫监护病房治疗中。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的人数就是到98例，其中密氏 C 是占最多，或是占38位。死亡的小朋友的人数目前仍然维持22位。另外也出现第一例社区感染 Omicron BA.5个案，是北部20多岁女性做过3剂疫苗，5月中捌确诊已经好啊。7月初，佫因为共大爸母快筛阳性，伊也出现症状。到病院做 PCR， 通报是中和感染，定数结果是 BA.5， 而且高度怀疑是家庭群聚。目前应该还是高度怀疑是一个家庭群聚因为同住家人2位以及个案本身都是在非常近的一个时间内陆续确诊有症状另外，指挥中心也发现，这摆本土疫情的主要病毒株是 BA.2.3.7， 包含家人小吃店、大潭电厂、台中喜酒等群聚事件，拢验到这个病疫株，是毋是造成囡仔脑炎风险增加，也需要更较侪证明。为了让医师人员了解就医的病人是毋是有做疫苗，健保卡分段会增加显示民众做疫苗记录，鼓励民众爱完整做疫苗。目前台湾疫苗注射率第一期是91.46%，第二期是85.4%，第三期是70.82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双北选战长滚假，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承认讲，伊有选台北市长的规划。也那民进党这边呢，有风声讲前副总统陈建仁要来担任陈市长竞选总部的主委。我只是问你说，会不会参选市长而已啊？目前有规划。坊间也有人提到说，你有可能被弃保的这个，可能你的看法怎么样？议员比赛还没开始啊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罕见地讲出有参选规划，随着纳入北市人选公布，竞选团队也准备好势。民进党立委何志伟、高嘉瑜，无党籍立委林昌祖，拢要加入陈市长团队，传出前副总统陈建仁也要担任竞选总部主委。
当然，大家非常期盼陈建仁前副总统能够来担任跟参与。我想整个事情在组建的过程都朝非常正向的方向在前进。新北选战部分，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因为防定调战争，也摒全了反击南亚的二等公民说，话声唔通政治思考，放话冲声量。这种思维其实就是本位主义。新北是不是二等公民？这个心态的问题。你心里面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，就会觉得这样。防疫这段时间，我们不但要拼防疫，也要拼市政。我们好好做代志，然后努力的往前走。林佳龙竞选办公室也要求侯友宜答应，若连任会做好做满，袂落跑。侯友宜表示，即卖是市长的角色，会全力将市政做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带你来看今日报纸的重点，咱先来看《中国时报》。中国军机一直扰乱台湾，不过7月19，台北有员要伫这个金华酒店用视讯的方式，和上海办相声论坛。不过议程干那半工尔，是历来规模上细一场。接下来是《自由时报》，专联买大润发这案，昨公平会带条件通过，包含袂当凊彩起价等7项负担的条件。专联会用超市和大卖场的特色，以上品牌继续经营落去。落尾是《联合报》，民众时常用数位平台来看新闻，不过数位平台却唔免付钱给媒体业。之前澳洲和法国拢有立法，爱 Google 甲面册付钱给媒体。不过咱国内无相关的法规，或者是好友讲，行政院上好是赶紧带头来制定。来看前总统陈水扁甲伊的看手吴淑珍等人牵涉到国务机要费等案件。不过，国务机要费已经拄罪，所以昨经二审宣判讲，牵涉到国务机要费的陈水扁、吴淑珍、马永成、陈定辉拢免诉。不过，吴淑珍佮因的囝和新妇因为牵连到洗钱，去互判10个月到2年的有期徒刑。今年4月，前总统陈水扁亲身开国际记者会，说明伊牵涉国务机要费的案件无不法锁定。伊甲太太吴淑珍被控贪污国务机要费，官司拍16年再起宣判，因为立法院5月底3读通过会计法修法，将国务机要费相关犯刑拄罪，判决亲像外界所预期，牵涉国务机要费案的陈水扁、吴淑珍、总统府前副秘书长马永成、总统办公室前主任林德训等人全部免诉。被告陈水扁、吴淑珍、陈正惠、马永成、林德训、蔡明哲、郭全庆等人有关国务机要费部分被诉侵占公有财物、诈取财物、伪造文书、洗钱等部分均免诉。陈水扁甲太太吴淑珍等人，总向牵涉国务机要费、南港展览馆、龙潭买地、洗钱等4大案，经过并案审理甲发回了后，再起经济性宣判。吴淑珍因为牵涉国务机要费洗钱，遭到判刑2年。后生陈志忠甲新妇黄瑞晶是因为龙潭买地、甲南港展览馆牵涉洗钱，判1年甲10个月有期徒刑。黄瑞晶因缓刑4年。扁案或许也是一个时候让他可以告一段落。陈志忠过去被问到台南市议会通过提车陈水扁时，捌讲，希望扁案对台湾社会造成的风风雨雨真正告一段落，是非公具，交由历史公平。专案经济性为2011年审理，中途因为陈水扁保外就医，吴淑珍健康无好这状况，官司进度延前，搁互经济性经过10年才宣判。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手机关起来，陈志忠是透过书面声明讲，对高院的判决会继续上诉，争取自身的清白。感谢大家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所领导的这个联合政府，则是因为一个政党5七运动，无要支持一项社会福利的法案，引起这个内阁和并盘的危机。德拉吉向总统请示，说好拒绝，伊阁互要求讲，要伫后礼拜向国会进行报告，避免这个大选提早发生。意大利参议院则是对总理德拉吉针对交通的偏重高薪话费所提出的230亿社会福利法案进行表决。结果法案172票赞成，39票反对，顺利过关。不过联合政府的反建制政党5千运动反对法案当中一项要伫罗马兴建本所分化路的计划，拒绝参加投票，所以德拉吉面临多个危机。Sono conseguenze imprevedibili provocate da scelte irresponsabili, inimmaginabili di una forza politica che
sta facendo danni soltanto agli italiani. 捌担任欧洲中央银行总裁，为2021年2月开始领导意大利多党联合政府的德拉吉，迄天就向总统施政，随后叫人退回。佮要求德拉吉后礼拜3向国会进行报告，避免提早举行大选的情况发生。意大利原定2023年要举行大选，不过若做联合政府倒台，投票就会提早到今年秋天举行。第2018年选举摕到1/3选票的5000运动，最近这几年支持率落到剩11%。国家外交部长迪马尤顶个月脱党，另外成立新的团体，领导人控制安尼做，都互人解脱想要带动基层选民的热情。不过是以意大利的经济甲社会稳定做代志。È una follia, è un atto irragionevole e evidentemente c'è un interesse ben diverso, c'è l'interesse a recuperare voti perché chi è contro, chi è all'opposizione recupera sempre voti. 看英国保守党新党魁选举的第2轮投票结果暂时公布，8个候选人目前敢若剩5个人也留伫名单内。印度 AA 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排第1，过来就是国际贸易副大臣摩丹特，外交大臣特拉斯排第3。伫高府全体党员投票前，也有第3轮国会议员投票要举行，到尾谁赢会伫9月7号公布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转来关心天气，西南部因为西南风的影响，东南部可能会透小风。湘北、宜兰、台东甲花莲拢有高温的警示，大台北地区可能到37度，咱做回来看温度。这2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今日过到台北、新北、宜兰、台东甲花莲拢着柑仔色灯号，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可能。这方面的中南部水气是真高，规天有低渐雨，佮可能上大雨。其他的所在拢是多云好天，不过过到东北部甲山区会落雷公雨，伫山区的雨势会较大。另外，北部甲东半部的天气是真烧热，高温可能冲到36度，台北甚至有37度。东南部会透小风，而且愈晚紧中到这个紫外线是真强，民众得要较注意咧。基隆的海科馆边仔海丘，互嚟做是海洋资源保护区。不过最近却发现讲，内底有真侪酸污拢喙去啊。官方怀疑讲是一寡无经验的畅水味的游客所破坏的。形象正节宴会办俗称玫瑰酸污的标准高死酸污，我近看竟然已经喙去，喙片佫较是四过线，只讲迄落画面。海科馆推测边仔所在真可能是畅水客的甲仔鞋无细哩踢到。中风破空的所在，应该是这种顶下顶动的无定毛漂移到酸污区结着造成的。高阶的水会潜水的人的话，他们会注意自己的脚，不会去踢到珊瑚。那现在我们就是担心一些初阶的人，然后到保育区，然后他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他们的行为的时候，他可能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他不小心就把珊瑚破坏了。其实顶礼拜海湾内大海线也发现中风破一个大坑，怀疑可能也是畅水客无细理伤着，因为海线要大到直径1公尺，要用5-60年。这款的破坏，互海科馆真遗憾甲心痛。也毋过目前海科馆因为抽水站边仔兴建楼梯，最近几年变成畅水客的落海热点。官方也认为应该甲地方政府合作进一步管理。其实可以订定相关的一些那规则，有些区域要做一个比较高度的保护。应该分级来做一些管理。海科馆固定有志工净海，过去也翕到玫瑰酸污，防降着破坑，显示破坏事件定发生。疫情进前，这个所在畅水人数今年达到9万多人次，对生态普遍带来压力。有学者认为，保护区唔但爱管掠鱼虾，佮爱管制海片游客加畅水客，才有可能完整保护海洋生态。基隆政府表示，方向港海科馆同款，希望调总量管制来拍拼，细节也来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乐达航空9月16要开始飞台版往回台北的航班，伫泰国国际航空也要伫8月16加飞台北往回泰国曼谷的航班。不过，即马阁袂使做旅游团出国，旅行社也推出承接单，等待竞争解除了后才来出发。另外，受到国际燃料的影响，甲通货膨胀的影响，机票的价格嘛是有贵1成到3成。出国欧洲啊，先可以预购10万左右吧。
因为疫情2-3年无法度出国，想要出国佚佗的民众愈来愈多。旅游业者表示，夏季旅店差不多3成人客，各为海外旅游行程。也毋过因为禁团令也未解除，所以旅行社真无奈表示，目前敢会当先接单。看到这个行程有意愿的话，一样享有这个旅展的优惠。等到这个禁团令如果解除的话，我们就会主动联系客户，完全不用押金，可以最高可以便宜到6000块钱。看好疫情后海外旅游的商机，乐桃航空则是宣布为9月16日开始展开台版往回台北的航线，初期规划每礼拜有2个航班。另外，泰国越捷航空公司15也对你宣布，为8月16日开始推出台北到曼谷的苏万那普机场，新国际航线一定要提供每礼拜3班。那我们现在预计就是希望在8月16号就是恢复正常航班，我们也有出一些促销的活动，也希望就是开始慢慢陆续也可以就是有一些团体出境。不过旅游业者坦白讲，最近国际燃料的成本起真济，国家世界各国通货膨胀严重，部分机票的价钱比疫情前贵1成至3成。当地的境外行程当中，原本都是有100欧的，现在变成500块钱。不要说把价格直接涨在我们的售价里面。国人上爱去的国家，日本、韩国最近团费换了变贵，平均起1万。业者分析，主要是人力欠缺、通货膨胀这因素，爱反映成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屏东有一个好心好行的阿伯陈信志，伊专门伫后发生车祸或者是暗暝山鸟的路，主动到警示灯。伊这10天来，已经对屏东到嘉义阁有军林到上千粒的灯，守护这寡暗时出门的民众。徛伫路边汉堡，伫屏东真济甲庄卡的所在，拢会当看到这个阿伯身影。伊当咧伫这个路段装这种红蓝色的警示灯。你把它遮住，暗暗的它就闪了啊。肯定的。有没有这个点有没有刚好急转弯啊？村庄你出来进出的点哦，装下去进出入点要比较安全。今年68岁陈信志，原来是中钢的包商，退休了后，伊就甲小弟做伙做志工。因为有企业头家赞助警示灯，即马伊的货车顶放真侪警示灯、甲拍电鼓等等的家私，就伫屏东四界行，一礼拜有3天到5天，拢伫外口施工。全屏东县走透透。我走啊嘉义分林的，阮就后就是屏东县做办啊。带会走去嘉义分林去哩啊！陈信志讲，真侪庄卡所在因为暗时的路无够光，发生车祸，所以伊拢针对这款危险的路段施工。桥头来讲，路顶无盖更准，伊会闪嘛，知影？因为马路上有时候有野狗了，有什么你有的在闪的哈，它亮光也看得比较好了。本分局在陈先生的协助下，一共装设了38处167组的爆闪灯。10天来，陈信志已经安装超过1000粒的警示灯。伊上惊有贼仔甲警示灯偷摕去，不过会当四界做善事，也是真欢喜。伊讲会继续守护民众暗时返去厝内安全。记者邓亚文、赖伟做屏东报道。今年8月份，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要伫嘉义县正式挂牌。伫7月15、16这2天，县政府伫亚创中心办一个无人机的体验营，希望让学生对这个产业有进一步的了解。会当用家己的手机来控制无人机，参加课程的各中学生，大家拢感觉真深熟。不过控制无人机嘛，让人感觉真无简单。对我来讲，好像还是有一点难，但我应该会继续练习，能够让学生更加了解整体无人机它的定义。整个无人机它可以衍生的不只有空拍机而已，甚至可以衍生到作为他们的学业的学习。嘉义县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15、16举办2天的体验活动，要让全国的各中生了解无人机的产业甲技术。又学了很多的知识，无人机的知识。小朋友很年轻的时候呢，引起他的兴趣啊，未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跟愿景，他就会投入到这一行里面来哈。学到不一样的东西，就学校不会教的东西。学生们学习控制无人机，嘛学着无人机表演队伍的安排甲规划。嘉义县经济发展处表示，目前已经有18间企业甲相关单位进驻研发中心，8月会正式挂牌，成做国内无人机产业的技术中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
镜头来英国苏格兰有一间画廊发现讲，用电工来照梵高的一幅图，竟然照出伊的自画像，而且伊倒边的耳仔佫原在哦。咱带你来看卖啊！画面上露出手指无啊白暗金，正面伫阴暗的所在，倒耳游玩看甲真清楚，眼神看头前的画像，就是上新发现荷兰大画家梵高的自画像。 Here we have Head of a Peasant Woman by Van Gogh, and on the reverse, hidden by a sheet of cardboard, we have what we imagine to be a previously unknown artist's self-portrait. 英国苏格兰国家画廊杂志真欢喜表示，修复师伫体要办的展览对地爸母的农户做电工检查的时阵，发现这超大惊喜。 When we saw the X-ray for the first time, of course, we were hugely excited, absolutely thrilled to bits. Such a major discovery of an alternative composition happens once, twice in a conservator's lifetime. Van Gogh is one of art history's most well-regarded artists, so it's always an important find. And on top of that, what he's best known for is his self-portraits. So to find another self-portrait, you can understand why it's quite an eventful find. 画廊表示，画图的时间推测是梵高1886年搬去巴黎，受印象派画风的影响，开始探索自画像了后，甲伫1888年梵高家己挂倒去进前。 文章版梵高被于7月30到11月13伫爱丁堡苏格兰风格学院展出，了后专家会伫无损伤地白色无的农户前提下，企图看伫自画像的加水甲纸板，一世人散起来梵高定定会重复使用画布，也会直接伫画布后边画图。公司新闻王亚峰编译。带你来做伙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。 伫北部地区是28度到37度，伫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，伫南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，东部地区是27度到35度。 外岛地区是27度到33度。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晓，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。